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礼拜日要开始请大家安静心来准备今日的主日礼拜。嘛注意用恁的手机会使关成静音，还是关机免影响到小等的聚会。请咱安定咱的心，准备迎至大降节第4个主日，请走甲，请会众大家起立。咱今日要请 Sky 加 Sandy， 豆豆今日头前，替咱点到第4支蜡条，点4支4支蜡条。本票主请坐，咱继续灭倒。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事有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这是咱来念尼西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看信息的头前的第16页，咱齐声来念。请起立来念。万信道义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所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万信道义的主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伊对一切世代以前为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精神出的精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阿爸同齐同体。你对伊来创造，伊为人对天降临，对信心照入，在圣母玛利亚出世真侪人。伫本丢比拉多年来，定时计受难埋葬，
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国话就天，现在坐你的正平，伊要用眼光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安信相属外命的主圣神，甲像囝当时就拜，刚性眼光，甲先知讲话。阮信一个信共同属头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上面的洗礼，阮这死人国话来洗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全能永活的上帝。感谢你的保护。跟引带咱经过即礼拜的平安甲顺利，伫即个圣的主日，大家搁要嚟做伙，伫你的圣殿，要来吟诗，来阿罗你，感谢你，求圣神降临咱的中间，开咱的心门，互咱会使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上帝，求你怜悯阮，脱离遮多的偷放，伫你的听内面，咱有望。无论即马生活中有拄着什物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们将你的话记牢咱的心中，真侪生活中随时的帮助。咱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你病院也是求主来医治伊，互因会使健康。有厝啊，你国外的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教会。的牧者甲事工来带导，求赐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主用，也请主会使见证咱的教会，会使活命恩典满满，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也为着这个国家来带导，赏赐咱国家的执政者甲官员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愿圣灵临到阮的中间，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即时咱来请信大队带咱来阿罗上帝。我
即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3到17节。若是主所疼的兄弟啊，阮应该替恁常常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对起头拣恁，要互恁得救，是在伫神的正性甲神真理。为着这个，伊对阮所传的福音百招恁，来得到阮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兄弟啊，着徛在你所得的传授。无论对喙讲的，也是对阮批的，凡所学习的，着接受伊。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的父上帝，就是听咱，也伫恩典将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望赏赐咱的。第17节，愿伊安慰恁的心，坚固恁伫一切好的所行、好的所讲。以上。即是咱们请蔡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服侍甲仁爱。两位听，主日平安。真欢喜，咱是第4个主日，咱看到已经点到第46条，彼得海。咱就看今仔日真欢喜，咱的四星的足球队吼，因确定要去主北比赛。咱不管是伫咧替因咧带导，互因感觉讲真正上帝听伫因的顶悬。恁徛起一好无来？世新足球队的请站起来，让我看一下，谢谢啊，请坐，好，请坐，嗨。他们由来教会之中，他们说他们自己很高兴。我一直告诉他们说不要勉强，要出于心甘乐意。可是他们很高兴。我们教会冇优己有志的，想要办赞恁。一点点小意思哈，想要办赞恁，我不知道金额多少钱，也不知道谁奉献的啊。但是我咱请咱关怀长老，姚长老来出来头前哈，来姚长老出来嘿啊，我们派一个代表好不好？嘿，派一个代表过来嘿。这个没有任何的，就是代表我们对你们的肯定，为你们祝祷好不好？为你们祝祷，为你们肯定好不好？来，多谢嘿。帮我们照个相可以吗？可以来前面照个相好不好？来，麦克风头前来，真欢喜吼！今仔我代表教会吼，甲友志吼，咱要来帮赞咱的四新骹球队。咱知影吼，骹球。毋知咱知无？骹球是世界上介济人的运动的一项。美国是无啦，美国是篮球这真啊。台湾是干那迄个棒球台湾到目前，因讲是骹球的一片沙漠啦，沙漠因为骹球咱也无国家队真欢喜咱即马都有这四星伊这都有这丹麦的这个教练来伫遮咧研训练希望这个运动会当促成做咱咱国家的一个运动的项目这样我代表教会甲一寡友志大家担保，因为咱知影体育真费体力，因需要营养的补给袂使讲靠因家己我代表教会甲友志献担保来帮忙因。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多加努力多谢好，谢谢嘿，请恁对坐嘿，多谢恁嘿。感谢主吼，你甲我问讲啥物人奉献，我袂甲恁讲，因为我嘛毋知。内面有奉献偌济，我嘛毋知，我嘛袂甲恁讲，因为这是一种心意，一种肯定因，因为因那每一个人。每一次为他们代祷，他们都给我们讲说，他们很有勇气。所以等一下到竹北比赛，你们也要从精神拿出来。我们最主要是精神，因为等一下他们去竹北比赛，时间到你就自己离开，好不好？时间到就自己离开。这是第4个第4个主日，第4个主日，服侍跟忍耐，服侍跟忍耐。
这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服侍人？我们怎么去忍耐？我们要将主耶稣基督的爱，他降生来，他已经降生来，现在在看我们怎么在服侍他，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会再来，他再来就是带来末世的审判。我们今天在服侍加忍耐，那么来探讨这个主题。教会存在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拣选的。为了什么？要成就上帝旨意，要成就神的旨意。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通过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跟人讲，那是主所听兄弟啊，我替你常常感谢上帝，因为恁对起头啊，从起初啊，都互恁得到救啊，那是对起头的听啊，那呢，好不跟人讲啥呢？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了。从起初上帝的拣选是对起头开始，从起初开始，上帝拣选咱，不是咱拣选上帝，是上帝在拣选咱，互咱借着咱所传的福音，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的事情最后对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传福音是传爱，不要任何的报酬。我们用行动告诉你们，上帝是爱。你们每一次的比赛，我们都帮你们在祷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不认识你们，可是上帝认识你们，这是上重要的。上帝，咱这几日顶礼拜，我们的周报里面有看什么呢？看讲咱已经去选中级出来，这是其中的拣选，这是一种拣选。选长子不是讲咱选民意代表，咱都大家公投了吼，大概有小有激情啦，听讲无啥激情啦，有点冷淡的感觉吼。过来的开始选举，每次选举完以后都很大的激情。但是我们选长子是服侍，是谦卑的服侍，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不是选中就是你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比较伟大，反而你被选为长子的人要做小，要服侍人，爱服侍人，做大的人，在教会里面做中级的人，全都爱服侍人。服侍这种是怎样？荣光上帝。我常常讲一句话。因为我老爸定来传我当你离开这间教会，希望这间教会、这个教会忘记你，只要记得上帝的爱就好。所以讲，我你教会本来在写遐教会历史的中间，本来有写对一个传教者，对一个传教者写到我的时阵吼，我尾甲拜托讲去大甲摕掉跳过。今日教会嘛是有讲，你是不是说去到教会咧献堂的时阵嘛咧讲啊，蔡场的时候我讲恁的技术甲摕掉。不是我个人完全是在上帝，完全是服侍上帝，荣耀归于神呢，不是归于我们个人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拣选是表明什么？神对我们的爱。上帝听咱，在拣选咱，上帝真正听咱，所以从起初伊对起头的设定都听咱。伊真正上帝听咱，到拣选咱呢，所以这个听永远都无改变。所以我们认为说什么？受拣选是福。服侍是禄，能够福禄寿。拣选是种福气的，福祉啊，是互你会当得到财富，得到富足的。这个财富你不要想讲是钱呢，心灵的富足、心灵的富足、心灵的满足，都是一种福气耶。所以我们说，老约翰告诉我们，感谢神，因为什么？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坚固。让我们不可动摇，我们要常常竭力做主工。那保罗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做主工，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啦。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天上都有跟你们做记载。你们所做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足球队，刚才姚长老嘛特别讲这样代志，踢骹球不是你今日要谈呢，到先到台湾骹球袂发展，因为太累了啦。场所也是问题，经费也是问题，体力也是问题，而且要真的要训练到一颗球能够在你脚控制，你那对收到你去买一粒球，甲踢看卖咧，看唔免踢济啦，那这球可以跟着你的脚这样走一个屋子里面，我就很佩服你。完全用脚的运动啊，用手就简单的嘛用脚不简单呢，不信你们就看看，台湾是足球的沙漠，但是有一天。
台湾足球也会发扬光大，因为世界上最多的是在踢足球，因为让人家看得到台湾用足球开始。所以几行，你在保罗先生跟我们讲，但说嘴不讲，但是不是徒劳诶。这是哪里呢？台南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的大礼拜堂，台南神学院的礼拜堂哈，中间如果你们有去的话，你有去的时候，你看中间有一撮字，这撮字上面人讲得出来，谁讲得出来？台南神学院很多人去过嘛，对不对？这个大礼拜堂应该很多人去过，那里面就有一段字。这段字说真的我也背不下来，因为这段字是用古文所写的。这段字是怎么写呢？叫做什么？非尔旋我，乃我旋尔。对不起，我底下弄看无哈。面尔结实，而实恒在，则托我名求复者，可刺耳。我听起来，但是大家想干嘛呢？第一呢？在那种古老的教堂里面写这种话，觉得有点亲切感哦。那是什么？约翰福音15章16节所写的，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让你们是吧多结果子，凡我父会成全你们。既然我父所托付你们的，我父所祈求的，处必成全你们。上帝拣选你，不是上帝拣选你，不是恁拣选上帝啊。今天你来到这做礼拜，你们今天来到教会啊。你们想说是我自己来，但是在上帝里面，他有他的计划。今天要叫这个来，今天上帝拣选你，是要赐恩典在你身上。上帝赐恩典给你啊！上帝在你身上要赐他的恩典呐！你也看，我本来想讲今天我透早出来，是想跟某太太讲，要不要围巾呐？听讲寒流要来，足冷，张足冷的嘛吼。某太太讲无来出日头啊，所以讲围巾得个绑起来。你看这刺猬弄有气啊，因为取卵呢，K 这会你有看到无 ？K 这会啊，刺猬呢取卵有一个动作，怎样呢？互相刺伤自己，迄刺猬嘛，那冷的话，它就会拥挤的抱在一起 ，K 这会啊，那么依偎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受伤？会哦，所以有时候爱啊会带来彼此的伤害，但是那个伤害是可忍受的伤害，因为一点点的伤害，但是你们得到什么？得到温暖。所以刺猬在一起的时候是得到温暖呐。我们教会要跟刺猬一样啊，虽然会有痛，我爱你可能有一点痛，但是它是温暖的。我们有今天有关于兄弟为着咱的世界自由队红的，我不知道多少，总是要让你们知道那是一个爱心，不是为了求任何的回报。要告诉你们，上帝爱你们，就这样而已。那个爱会不会痛？会有点痛。练足球会不会痛？当然会痛。我就不相信练足球的人没有人受伤。如果没有受伤，这个球队能够成长，我就不相信。越受伤越会成长。咱受伤的中间，互相的受伤中间，互相的勉励，互相激励，这会当成长。所以咱讲。但人啊，叫个人说水文处安怎？彼此互塞，彼此服侍啦。因为上帝有树立赏赐每个人有很多的恩典。我们所看到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教会中间教会是个水准很高的教会，恩典很多的教会。那个你看，有的教会连找一个事情都没办法，我们的教会很多人可以私情呢，高不一样，一不一样无，就这样要私情对不吼？感谢主啊！广告、弹琴、弹吉他，咱教会拢有人呢。我们教会应该再做的更多，我们可以做的更，会当做更较侪的代志，因为咱教会是真正上帝所属的教会咧。阿门。咱教会足个稳定，你看咱圣歌就是下早才开始练的这首歌，怎唔练的？我唔知啦。是不是早来练的？敢若是咧，咱就头到对破开始练啊。唱了好听无？恁太拢安尼遐无当啦。唱了好听无啦？感谢主，用一切荣光归于上帝。咱直接用上好献给上帝呢？你们看阮拢逐遍献歌队拢是最后献诗迄边唱到上好的呢。迄个人咧练的时阵是不得不亲呢。但是啦，逐遍咧唱迄阵都是上好听，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献给上帝，都是用最好的声音，用最好的声部，用最好的和声献给上帝，那是最好的礼物，要献给上帝。
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啊！上帝主耶稣，我们期待他降临，不是说主耶稣降临你要当我们的王，你来服侍惯啊！主耶稣你来服侍我们，是我们要去服侍人呢。主耶稣降临是要服侍我们呢。你觉得说他不是在做王吗？他怎么是服侍你们呢？我觉得我昨天晚上真的是也被圣灵吵醒，到3、4点都没有睡。我太太就说为什么你都睡不着？我说圣灵一直告诉我们，我心中充满着感激，因为我的生命里面都是上帝所赐的。如果没有服侍的话，上帝有一天就把我，可能我就被上帝招走了。什么时候上帝会将我的生命拿走，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点，罗马书12章11节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火热的服侍上帝。就像耶利米书12章11节所说的，懒惰在服侍上帝的人，你们会受到诅咒。我们看箴言里面有10几次的地方，在几个所在都跟人讲，要殷勤，要勤劳，不能懒惰。所以叫不能懒惰，你的工作不能懒惰。最近玉玲写了很多文章，我看你的文章我也很感动。为什么？服侍人。他说在无意之中写出来这些才知道他是基督徒，很好哎。我在接下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哎。所以我每天很忙因为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会更忙。为什么？人家都可以不来上班，你是每一天一定要8点到5点半、6点才走，甚至晚上一直在加班，什么案子，反正永远排名出来，你一定是最多的。然后你是院长的代理人，院长不在，你就是代理院长。所以每天都白天都好忙好忙的，每天说可能不要那么忙，每次回到家里面都先躺下来啊，之后开始要准备整个的讲道。就像他这个礼拜的讲道半个小时，但是我们要准备7天，不是6天啊，是7天。为什么？加上礼拜天的凌晨，都还要再重新把那个 PowerPoint 重新整理一下。所以我们真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做的成果是得到收获的。今天我不晓得你们这些驻北比赛会得赢得输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尽你们的全力，用你们的全力去做的东西都是值得赞赏的。用你所有的力量来服侍上帝，你的事业也好，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工作也好，你在教会的服事也好，用你全精神的力量，用你们全备的服事，那都是最好的呀，都是得到我们流泪撒种，我们得到是欢呼收割啊，我们得到的是上帝的爱呀。我们是要得到什么？恩典的好管家。我们所做的每一切，要叫我们的每一个人做好管家，让基督的荣耀彰显呐！基督的荣光得到彰显呐，让基督的荣耀彰显呐。但是要荣光上帝啊，所以我们就荣光个人讲哦，什么人哦，讲到特别足够，什么人手法特别足好，那是爱学了无唔对啦，总是特别来学了在感谢主，好加在乎有这个恩赐啊。伊若这个恩赐伊无去用吼，偌唱歌嘛无效，偌讲道嘛无效，迄拢是假嘛，迄拢是毋是出对伫你的贴心，你会出对伫你的贴心，你所讲甲你所做爱共款。我老爸常常甲讲一句话，你伫讲台顶所讲的，你也家己做会到。你在讲台所讲的，你自己做得到。因为我伫总会服务信用委员会有一段时间了，来得特别要争取台语，争取上我常常讲啊，你讲的不是常常叫人讲，叫人家说不要看重钱财吗？啊，为什么每次来我们这里就是为了钱财的事情在吵架？那为了你的薪水，对不起哈，中正教会好像没有发给我薪水哈，以后我们再慢慢算好了，我跟上帝算好了。我们有什么？我们真的是很快乐的服侍上帝呀！你们容许我在这里讲到，就是对我最大的一个肯定，跟我最大的荣耀。我得到最大的收获，给我最大的薪水呀！给被人或指为是最大的薪水，对不对？你很高兴嘛？你这点头要点得肯定一点嘛，对不对？我们的服事都是我们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薪水啊！你看今天我们为了准备爱餐的一大早就准备，不要忘记了，昨天还有一堆傻瓜做什么事情？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啊，在那边呢。你们看到这么一堆东西啊，就是那些傻瓜做的，在4楼。上帝特别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功得到上帝，一定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
他们每一个人从8点到我在想说，这样讲那么久，手会不会酸？没有一个人敢讲。你问他们是谁，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在座的很多人是的，很多人是。但是为什么他们很高兴做？也许他们做的生意很大。他说我随便做一个生意都比卖这些小东西还多。但是他是心意耶，他赚了1000块钱，比你做生意赚1万块钱，他觉得更值得。那是一个奉献。你今天去帮人家司琴，可能去帮人家伴奏，1个小时就2000块，可是在教会伴奏1毛钱你都拿不到，但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更加倍。那这是我们应该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基督什么？站立得稳呐、啊。咱唔通虎头鸟鼠尾，咱要徛会牢啊！咱伫上帝面前真正爱徛会牢啊！所以先跟咱讲，所有兄弟啊，就徛在要站立得稳呐、啊。每个人要上帝面前站立得稳，不要轻易受到任何的你无代志先都来跋倒啊！这些事情只有对你们去比赛啊，可能比赛输了，哎呀，无好啊，老关练一步。上帝也许从这输的中间，你们开始学习他的教训。哎，哪个地方可能我们的合作不好？本来我应该传球给谁，我没有传，我想自己踢进去。团队里面没有个人，教会里面也没有个人，唯有主耶稣基督。我再强调一次哈，教会跟团队都一样，只有主耶稣基督，没有个人，没有谁比较伟大。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很珍贵，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最美丽的宝贝。阿们。上帝创造你们都是上帝最好的宝贝，用上帝想象所造都是最好的宝贝。你们每一个人都上帝所拣选的，你们都是最好的，所以你们要执守它，你们要站立得稳呐，你们要坚守你的福音啊，因为上帝从未离开，上帝是看着你们。有一天末世会到来，有一天当末世到来的时候，死人跟活人全部要受到审判。那时候你在上帝面前怎么交账？你在上帝面前，你要讲那讲，哎，我做了就好，上帝讲没啊，你做的拢假，拢为了个人的名声，为了个人的名声，不值得任何的赞赏。可是为了你的爱心真正的付出，那才是真正应该得到赞赏的。就像歌罗西书所说的什么？只要你们所信的道上信心量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呀、今天早上在花语礼拜，我就讲说，我20岁参加布道团，设立教会；30几岁在新生教会服侍；40几岁带大观教会服侍；50几岁开始出来那个盐水教会开始牧会。现在算一算也50年了呢。我问上帝说，我到底有没有懒惰，有没有偷懒？我每天都在问上帝有没有偷懒。很多人都说，蔡某某啊，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去哪里走一走好不好？我们去吃个东西好不好？说真的，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最忙的，尤其礼拜六，真的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那都拜到拜五，礼拜到礼拜我们上班那么累，我们应该休息一下，是该休息一下。不是礼拜六我是最宝贵的时间，因为礼拜六我一定要把2篇讲到从头到尾，慢慢细细祷告，慢慢跟上帝讲说我要讲什么。就像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说什么？要召万民为我的学生，给他们受洗，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跟他们受洗。我所吩咐你们，吩咐他们守，我会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讲你9万8千做我学生啊，赶紧行这个，互因奉爸甲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吩咐恁的，你就吩咐因做，就我要跟恁三个弟弟，直到世间的落尾。使命有3个步骤啊：招人来，邀万民来，不要有目的啊！讲啊来，你无信上帝，啊都唔能来处理啊。我们关怀站里面是用爱心让他们知道关怀站，不是说你要来参加关怀站，所以你要来做礼拜，你才能够参加关怀站，没有哈。我们是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个教会有爱，我们欢迎你来，没有任何的代价，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欢迎你来。我们不是因为你要来参加，因为你要受洗，你要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才欢迎你来，不是。我们是欢迎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得到重用的器皿。我们欢迎你们来，所以第一个步骤，欢迎你们每个人来，然后在造就之中，如果他有感动，我们帮他受洗。之后呢，我们开始查经，吩咐
每一个插件慢慢在进步，基督徒也要进步慢慢一步一步在进步，自己本身进步。然后你可能说，我的圣经比谁？人家念神学院，我的圣经比他不懂。圣经不懂没关系啊，知道上帝爱你更重要。你懂得圣经，懂得很多的人，不见得更爱上帝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真的爱上帝。台有歌话那是国小，我昨天看一个国小，我们现在都有国小有台语课、闽南语课了，台语课的第2册里面，我刚好看到这几个字，我觉得很好玩。台语讲啦，四牛人讲半斤话，知道什么意思吗？四牛人讲半斤话，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你要看一斤几两？一斤是6两嘛，半斤8两嘛，其实不见得对哦。在闽北，在马祖一斤是3两但是再怎么说，一斤一定是起码是6两半嘛，8两嘛。所以你只有4两的人，你不要讲半斤话，讲艺术上第一个球赛碰红追给不，而且就我们讲话不要夸大，为什么？用实际行动去做，不要出一张嘴巴啦，做。你去做，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只要倚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我只要倚靠上帝，凡事我都能做。我不相信4星石油队不能从第2级进步到第1级，绝对达得到。看你们有没有信心？来，4星石油队有没有信心？大声一点，有没有信心？你们也有信心靠着上帝加给你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你怎么说我们什么都比不上人家，我们钱也比不上人家，的公立的学校的资源那么多那么好，我们就是有信心，我们就是一定比得上人家。我们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会不要说那美和堂多大，我们教会多小，我们教会不小，我们教会一定会复兴，我们教会人一定会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依靠主而来的。他们还有第2句话什么？有真谛无后鸟。有真谛无后鸟，你敢知道什么意思？你无猜你这台语人你这台湾人，台语人有真谛无后鸟，迄个国校的国小的教科书呢？有真谛无后鸟，意思什么啦？虎头蛇尾啊！你们每一次我当选长子以后，我要多热心服侍啊！我要勤读圣经，我要勤祷告，我要去探讨会，我去关怀人呐！我足认真的啊！然后做一个足忝的足辛的啊！无上帝啊！我请假1礼拜啊！我请假1个月啊！圣高长拜他拢爱来练习，够忝伊个是现在这边搞啊！我现在这边搞得那个家人有够忝，无我来请假1个。上帝啊，我是足热心的啦，无对，我一定很爱你，可是让我请假一下。上帝说好啊，你请假啊。但是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他怎么记载呢？第3句话啊，这句话叫做什么呢？软土拍骨嘛会打啊，这句很容易理解吧？软土拍骨嘛会打，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只要你们努力。你的事业也一样，你的家庭也一样，你做任何事情一样，你的服事一样，只要你肯执着，你肯努力，有一天他会有成就。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小组，你说我们小组，人家羡慕小组怎么多伟大，哪一个小组怎么，哪一个小组怎么样？我们的教会小组最好，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小组就是最好。我们有一天会得到上帝的赐福，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有一日嘛会大，会有成果啊！最后一句话是来。大牛无受力，大牛无受力，也就是说，你本身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尽我的全力去做事情。我们要尽全力，在你的任何的工作，在你的足球队，在你的侍奉上，你要尽你的全力。最后一个，我们爱中安慰，兼顾行善。我们要在彼此相爱，爱中安慰。就像咱的主基督，甲咱讲悲伤的就是听咱，也是稳定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恩嘛要收束咱呢。上帝会将我们一切在一切行，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善言善行啊，咱唔就干一支嘴，干一支嘴啊，讲好累累啊。好，我偌牛，我偌好，我对你偌疼你。你看，你真正讲这个话，敢对你后生查某囝你安尼讲了，我真正疼你，迄是真的。剩你也对边仔人有当时讲我真正疼你，有当时讲假的呢。
我们要用教会的，既然你自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就要真正的爱去爱他们呢。所以人的爱跟神的爱不一样呢。人的爱里面呢有它的极限，人的爱里面有时候到一半它会停止，但是神的爱，它是永远的爱在你们身上。也许你看不到，但是你可以从你的父母的爱，尤其你从妈妈的爱，你可以发觉到神的爱是无比的伟大。他们说神太忙了，所以创造母亲来照顾我们子女。其实从母亲的身上我们都看得到。囡仔吼，即晚阮迄只高山吼，12月23讲要去表演，讲敢会当死会去啊！大家多烦恼，一个家庭只能够因为 COVID-19 只能够4个参加吼，或者大家多健康都死会要去。啊，其实跳的舞吼，阮已经看出700遍啦。啊嘛是爱足爱跳的，好，阮太太逐日逐暝要困拢爱去放伊的影片去看一遍。啊，其实哦，你就感觉到讲高山啊，都要跳舞，你就觉得自己的小孩呀、我就觉得说，有一个舞台表演啊，如果你的小孩当一棵树哈，全部的人就在照，你们家庭就照那棵树而已，那个主角都没有人看，就在照那棵树。那上帝就是这样看你耶，上帝就现在在看你呢。在座的各位，上帝看你们就像看那棵树一样哎，你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前都是至宝哎，最宝贵的哎。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们哎，你不要觉得我看不到上帝，但是你要感受上帝爱你们哎。我到70岁，我感受到上帝真的是爱我们。我们有没有受到折磨？有没有受到患难？有啊。但是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回头一看，上帝满满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什么？兼顾行善。行善是什么？善言加善行啊！唔干那唔能讲一句嘴尔讲啊，我要做好事，我要做好事啊！讲一步，有做无？啊，拄着做一个安尼，意思。今天我很感谢我有志的弟兄来颁至世新足球队。我希望这个不是出于这个出于爱，真的是爱你们，关心你们，让你们知道说我们关心你们，就这样而已，而不是在那个钱的大小。其实钱多少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让你们知道说上帝真的爱你们，中间教会真的爱你们，就这样就够了。我每天为你们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每个会友祷告。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重新制造名册，大家填完名册之后，我们每天会一个为你们祷告。以后我们每个礼拜3有时间的人，我们不强迫。我们这个教会成为祷告的殿，我们会一个会友为你们祷告。祷告开始，这个教会才能够复兴。所以老约告诉我们，小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卖一个嘴啊，要什么？在行为跟诚实上，你要真正用你的听人，你的听是要真正的听，真正的爱啊，而不是嘴巴的爱。嘴巴的爱谁都会讲，但是真正的爱在哪里？我们看到鲁医师所讲的爱，我们有朋友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阿嘎贝的爱，不是 phileo 的朋友的爱，阿嘎贝的爱。这是一间厕所，有一个佣人，他在一个富人家帮佣。伊底下咧做伊的佣人，有一日圣诞节、平安夜、圣诞夜的时候，那个主人有一个惯例，足好嘢吼，有一个惯例，拢会请人客，吼，请足侪人来圣诞节来，啊，等到人来报佳音，吼，啊，大家拢去多唱报佳音安尼。这个主人吼，甲这个佣人讲啊，我阴暗爱请人客呢，啊，你敢会使阴暗留落来甲我斗3工？通常他都因为他有一个小孩。伊讲足歹势呢，啊，阮翁已经无伫咧啊，我敢若带一个4岁囡仔，4岁的小孩，啊，我当甲放到厝，讲啊，你甲带来啊，囡仔来啊，看到即个场面遮好，安尼敢好？讲不要，你甲带来，啊，来咱做伙食饭啊，来咱伊咧弄个 party 嘛，哦，来咱做伙食，哦，足好的物件通食啊。这佣人将即个囡仔带来了，就讲这带来了，会用感觉咱兜遐歹。啊，来到即个所在，遮豪华，啊，食物件也好，啊，逐个拢穿西装，甲连裤带，逐个拢是足有钱的人，啊，你敢会自卑感足重的？哇，安尼想一步想讲啊，佣人有厕所，好野人伊的佣人房家己有厕所，啊，无我甲囡仔囥到便所，啊，便所马桶囥落甲讲，啊，这就是特别为着你做的座椅，啊，有洗手台。
啊，转摕物件，摕2条啊，迄个火腿香肠啊，放咧讲，这就是迄个物件，这是你特有的房间，贵宾室。甲迄个囡仔讲，这是贵宾室。哦，这囡仔坐到马桶哦，啊，食迄个火腿香肠啊，欢喜啊，都咧食物件，在那吃东西的时候，那个主人就问那个佣人说：“你不是说要带你4岁小孩来吗？”说有，我有带来啊。怎么没有看到？不好意思啦，这些都是贵客，都是贵宾。我叫他到房间里面，我给他带去一个房间，袂使啦。你叫伊出来啦，讲袂啦，伊唔免啦，免啦，主人谢谢啦，伊到房间就好，有物件人食就好啊。这主人吼，感觉怪怪的，开始去看卖去吹，伫倒一房间，书房也无，主人卧室也无，这佣人房也无，啊，都看到迄个佣人的便所吼，有人咧唱歌啦，一个囡仔倒啊唱啊，哎呀，伊门开开讲，看到一个囡仔伫遮，啊，对不起啊，我打扰你。你为什么在这里？今天呢，我来参加圣诞 party 呀！你看我有自己的独立的房间，我的房间多好啊，多棒啊！你看我还有东西啊。那个主人说，我们有这个荣幸哦，跟你一起吃东西吗？有这个荣幸能够跟你过圣诞夜吗？这小孩子说好啊，好高兴啊！所以主人跟出去目睭啊，迄一堆物件啊。摕迄物件摕到伊个房间，摆满满，伊迄个洗手台摆好满，家己摕一条鱼仔坐咧讲两个都开讲，甲这个讲你看咱两个过圣诞节好快乐，好快乐。较定遐客人讲奇怪，都咧啥人客主人无伫咧啊？是走去对，伊开吹咧讲，看到人咧讲话讲，伫遐，大家拢知影讲，伊为着咧陪这个4岁的小孩，哇，一大堆。人客大家就讲，我会使200枚，一间细间的佣人房厕所，挤满满拢总人啦，大家拢摕物件倒食啊，倒唱啊，哇！然后人来报佳音，大家倒唱平安暝啊，唱啊，囡仔欢喜个，伊妈妈倒目口目屎一直练，对了，一路人跟妈妈讲，这次圣诞节我好快乐，平安夜我好快乐，圣诞夜真的是多快乐，我好高兴哦，这个小孩子有一天长大，他一直记得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他慢慢了解那天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长大以后，他永远在付出，他只要有钱，他就去帮助穷人，而且永远不记名。每次帮助的越多，他生意做得越大。帮助越多，生意做得越大。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非常有善心的人士，都捐了一大笔钱，一直在帮助人。尤其在圣诞夜的时候，他就四处去找那个在外面的人，找他到他们家里面去，给他们有丰丰富富的一餐。这么丰丰富富的一餐，有一天他太太就问他：“为什么你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外面找人？”他说：“我始终记得在多年前的圣诞夜。”有位妇人及客人们小心地维系了一个4岁男孩的自尊。这个是爱，那种爱是什么？不求回报的爱。那个爱是我给你爱，但是我不要求你给我任何的回报。上帝给我们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不求回报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用服事跟爱在我们的心中滋长，让我们的善行跟我们的善言是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爱是有实际行动的，我们的爱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爱是出于内心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上帝而来，爱从主耶稣而来。我们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有爱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是请大家来吟诗应答上帝话，信诗第554首，信诗第554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我歌手等来，
请坐。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咱若无准备奉献的吼，咱免特别准备吼，无准备奉献的，你就人过就好啊吼。请起立来应奉献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进前，请大家来念本周台语经句2摆，记在你周报下底吼，请大家来看吼。台语经句。所以兄弟啊，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无论对嘴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所学习的，着接受伊。来，搁一摆。所以兄弟啊，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无论是对嘴讲的，也是对阮的批，凡所学习的，得到着受伊。帖撒罗尼书。即摆下骹吼嘛有2句本周的术后音哦，咱大家来读一摆吼，因为较长，先读一摆，转去小可加读几摆，甲背起哦。第一句术后音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1到27节。再下一句哦，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我来看消息报告，我重点来读吼。后礼拜吼。咱的主题是圣诞感恩的联合礼拜吼，咱10点开始哦，请大家爱记的吼，咱10点吼来举行圣诞的联合礼拜哦。
礼拜中嘛有周庆祥弟兄来洗礼加圣餐哦，嘛有要举行新灵的中职，个团契的会长的就任式哦，请有参加的人吼，爱准时来参加。第二点哦，后主日的妇女团契的聚会是感恩的一句话哦，内容是各组分享感谢神的事哦，由各组长主理哦，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补充报告吼，即礼拜拜五吼，拄啊蔡长老有讲过吼，就是12月24号要报佳音啦吼。7点半吼，若是有要参加报佳音的吼，7点半离教会集合哦。嘛欢迎有要报佳音的家庭哦，会使向严志宏长老来登记哦。伊要安排路线哦，所以小等下若是讲有要安排讲报佳音的家庭哦，请紧向严长老来报名。咱要报佳音的。要唱歌的吼，7点半来教会集合哦，集合了练歌练煞，就马上要出发安尼哦。嘛阁补充一个，就是教会礼拜结束以后吼，咱要新城吼，会使到头前哦，咱长老吼要由蔡长老来。咱迄个好无？咱迄个公道伫小组，咱迄个新城吼，22就要向广西瑞典啦。因老母讲无爱看伊，也要甲广西瑞典吼。咱特别为着新城来祷告。那个林牧师，咱这长老麻烦咱这长老都出来一个好不好？每个长老都出来一下。林牧师，来新城，请到前面来。请每一个长老，下任退任拢相共吼。长老是中心节的吼，来。长老是中心节，下任退任拢相共，请咱大家拢出来来。长老拢出来，来，新城你来中间来。你来中间，来，林牧师来，我们按着，咱个换咧，咱退来祈祷来做长老过来，过来，退祈祷，伊要去修正，要甲看走，来。罗布这个是特别带兄弟姊妹参甲做伙伫这个所在，为着这个细囝来祈祷。因免偌久了后，离开台湾，然后到伫国外来读册。主愿特别恳求你，时时甲伊三甲伫地，伫遐甲伊伫地，毋但互伊勇敢。毋但互伊聪明，搁较会晓伫遐来听上帝，也会通利益台湾遮的百姓。愿主时时刻刻甲伊三甲伫地。罗布这个时阵，就将这个细囝孙来交托伊，祝福伊伫出伫入伫倒转来，拢是上帝恩，时时甲伊伫地。但愿主甲伊同行。望所行所做，完完全全得到平安。安尼感恩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恭喜你，谢谢，终于投你妈妈了。我们就祝福新城哦，一路平安哦。那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哈，那个叫做黄维珍，姐妹还是兄姐妹哦，已经离开了哈 ，OK 好，可以听。那个这边再补充一点哈，今天补充了很多，就是今天棒中团哦，因为那个圣诞节圣歌队要练歌，所以我们今天棒中团是暂停一次啊 ，OK。那我们再来看那个肢体的
体的交通甲大道的事项哦，第一是为着全球的疫情会使紧刷吼来大道哦。第二是为着教会福音的推广甲关怀事工的大道哦。第三是为着树立社因规家甲叶子安长老的规家的信用健康哦，学业起居工课等等的来大道吼。啊，加嘛是为着爱替林东雪长老娘哦的身体来大道。啊，另外嘛为着世新足球队哦，小等的比赛哦，求主来祝福因哦，带因来信主的道路来大道。啊，即马请起立来为遮的事项来大道。咱来吟诗信息第399首，吟诗后请林牧师来替咱来教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甲伫地，保守恁、祝福恁，互恁出入行达，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对即时起得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麦倒闭会。
就是咱大家来行平安礼，请向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来请安。平安礼以后，咱来举行小组。咱开始小组吼，12点，因为今仔时间都较变吼，12点咱就请基安长了12点你甲基安长了拜出，我起来甲青年团给做伙，啊12点请基安祈祷啊，大家食饭祈祷，迄12点，嘿，别了，别给他。